云林的警方最近针对 ATM 重点追查，发现有诈骗集团用无同款的车，佮挂假的车牌爱车手、外国车手去领钱来闪避追查。即卖已经抓到12个嫌犯，嘛已送法办。伫这间出租套房，警方将越南籍个车手压伫咧涂骹，因为最近云林警方锁定合估几多个 ATM 提款的地点进行查缉，发现有几多位外籍个车手用无共车、无共车牌、无共人互相交换，出去领现金。那么由我们斗六分局兵分多路展开同步攻坚的行动，成功缉捕阮姓犯嫌等12人到案，现场查扣涉案车辆7部。现金100万元以及多项的证物。警方讲，这件案件总共抓到12个越南籍的车手，有8个是逃走移工，4个是来移亲读书或者是工作签证。犯案地点除了云林县，也有台中、彰化甲嘉义。案件依照早期洗钱防治法定罪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，向法院声押核准。诈骗手法不断翻新，尤其普发现金1万元即将开跑，诈骗集团恐趁机出招。用假网站、简讯钓鱼连结诈骗民众个资及提款卡存折。警方讲，这边查到的外籍车手集团分工正旧，已经伫咧追查幕后是毋是也有主嫌犯。而且最近政府被破发现金1万块，提醒民众，政府未主动传简讯，叫你输入个人资料，若是收到可疑的信息，会当卡105查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